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2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65385例本土病例，17例死亡。今仔有头一批韩国籍的喙脓快筛试剂伫药局开始卖。香港张以违反国安法，甲香港歌手何韵诗甲90岁的退休主教陈丽君等人抓起来，昨半暝已经交保。英国首相强生早起芬兰、瑞典访问，嘛甲这两个国家签安全协议保证，若属防攻击，英国会提供协助。新闻开始来看，国内今仔增加65385例本土病例，61例境外病例，17例死亡，79例中重症，其中有一个重症的病人是幼龄园的查甫囡仔，伊无慢性病病史哦。另外，对明仔载开始开放确诊者的亲戚朋友，会当代替确诊者去124间的防疫门诊来领抗病毒的药物。对于5月初10开始，嘛已经开放会当用电话门诊的方式来代替视讯咯。咱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确定病例大概65385人，那境外移入61名，死亡的个案17。那本土的个案大概增加了大概12%了比增加了61名，那有4名是由中症转重症，所以重症总共增加了18加4总共增加了22名。是有一位是这个大概小于10岁男童那这个年纪大概是在幼儿园的这个年纪，本身是没有慢性病史也没有接种过疫苗，是因为一些这个脸部的一些神经系统的这神经肌肉系统的一些病症来住院做脑部的一个检查不过采检新冠也是确诊，后续有出现这个呼吸窘迫的一个状况所以目前还住在加护病房当中来使用呼吸器。明天开始我们会开放，就是由这个确诊者的亲友可以到我们一些大概100多家的这个配付医院有开立防疫门诊的配付医院呢，去带这个确诊者看诊跟评估使用口服抗病毒药物所以这些亲友呢首先必须是非居家隔离因为事实上5月10号开始，我们就是说开放这个电话来问诊，来代替一定要用的视讯。居家检疫、居家隔离、甲自主防疫这3类的对象，对今仔开始快筛阳性，就算是确诊。早起台北的主治病院开放4个视讯的门诊，接受快筛阳性的民众来挂号。病院是表示讲，因为一般的民众嘛是搁继续，病院爱负责照顾18000个轻症居家照护的确诊者，因是真烦恼讲视讯门诊会应付不来。先生，你可以把你的那个快筛的结果可以提供给我们对参考一下。透过视讯，民众提出快筛阳性检验的试剂，顶管写名甲检测的日期，让医师来诊断讲伊敢是新冠肺炎确诊的个案。最重要的就是要确认身份就是他家里一定要有人已经感染，他是属于居家隔离。快筛阳性等于是确诊的新制度，12开始施行，不过敢若限制居家检疫、居家隔离甲自主防疫3类的对象。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到5月初9为止，当地的居家隔离的人有7万多人，居家检疫的有17000多人，自主防疫的有232000多人。台北主治病院讲，目前因负责的轻症居家照护的个案有18000人，每一个人若是用视讯给医生看，因烦恼安尼业务量会伤大，恐惊会记载袂掉。这业务量真的是非常庞大你想想看我们在居家确诊的病人，我们手边已经有18000人那18000人他们的家属，那我们都会有需求的，我们都会给他整理一个名单若是大间病院烦恼视讯门诊会塞车，基层的诊所嘛表示，目前视讯门诊也无法度甲健保系统连线，所以无法度如期来实施。未来若是做视讯门诊的业务，唔会影响原本门诊业务的2成至3成，嘛烦恼会收无挂号费甲药费等等。我们通常就是请家属拿健保卡过卡收钱，对啊，那也有可能收不到钱应该10个就会有2、3个吧。另外有医师嘛烦恼讲，新的制度若是施行，恐惊会有人为着保险金，一支验出阳性的快筛试剂，证人提去做证明的风险。用视讯门诊是真恶落实甲查核。若是以目前每一天确诊5万多例，一礼拜就会日头增加35万的确诊者，加上快筛验出阳性的人，未来视讯门诊的量会大大增加，按算可能会造成不少乱象。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有头一批韩国籍的喙瘾快筛试剂开始伫药局的卖，有不少家长是要来帮囡仔做检验。小朋友用传统的快筛都是要抓着他，然后他就会哭得很惨，所以想说用唾液的给他，比较不会这么辛苦这样子。因为小朋友在家里就是你要搓鼻子，我们又不是专业的，他如果乱动的话，就是你搓到哪里不知道。是你把这个水呢，把它滞留在你的喉咙的深部，然后去做这个漱口的动作，让里面的细胞融到这个冲洗液里面来。所以这个对儿童来讲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大概12、13岁以上的儿童才比较有办法用这个深喉冲洗的方式得到好的检体去做检验哈。都鼻腔的快筛试剂要帮囡仔做检验是真痛苦哦，药局今仔开始有通买喙瘾的快筛试剂咯，一人是限制买2支，一支175块。中央昨嘛宣布讲要开放民众会当伫国外买快筛试剂寄来台湾哦。今仔嘛有立委质疑讲，韩国的喙瘾的试剂有写讲禁止2岁以下囡仔来使用，也毋过来到台湾却无写清楚这项规定。来看桃园路地传出讲有工厂移工需要隔离，工厂明明有宿舍，却互移工伫厝顶搭破房来隔离哦。也毋过公司是表示讲，因是烦恼讲移工会阁互相感染，才买布棚物资免费来提供移工使用。劳动局出面考劝哦，也毋过嘛是有移工讲，因要住布棚，无想要去住宿舍。桃园路德传出工厂有宿舍唔大，伫个楼尾顶搭텐斗，一人一间来隔离移工。想要到一下落大雨，移工因的生活用品拢浸淡去，引起争议。公司法往广播甲强迫准许这移工因惊到插销位自愿申请的。他们没有确诊的，还有20几位吧。想说要跟他们分开，不要再被重复感染到。我们做统计说，你们想要住帐篷的。公司出钱去帮你们买。路德快速压住工厂，拢总有42个移工，25个确诊，2个解隔离。业者强调讲，会照分仓分流的指引，打开始敢若有2个移工确诊，其中有目大道的人，伫宿舍自主隔离3天，期满快筛，却又搁出现真侪个人确诊。移工烦恼讲，宿舍隔离会去消化掉，所以提出讲要伫个楼尾顶的空地来隔离，公司才来买텐斗物资。免费给因使用。经本局的辅导进行宿舍的一个空间调整，目前已陆续搬回宿舍内安置，并已督促公司做好宿舍的清消以及卫浴的分流。桃园市劳动局表示讲，已经有考劝6个人落去宿舍住。目前伫个楼尾顶还有31个移工，因无想要落去宿舍住，已经有摕到因的电话，嘛会随个甲因讲，嘛有请雇主甲中人来，互这移工回归正常的生活。因为住伫楼尾顶无符合移工的照顾服务计划。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确诊咯，即马嘛伫厝的隔离办公哦。今仔新北市长侯友宜嘛呼吁中央应该简化所有的流程，互快筛阳性的民众随会当有人协助。台北市长郭文德今仔下晡嘛去了解实时门诊办理的情况。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收到 PCR 检测阳性感染通知，昨暗直接开直播讲病房。因为我每天要上班，那我觉得喉咙有点痒痒的，那这是我们职业的敏感度，觉得那就筛一下，所以筛出来之后看到2条线，觉得有一点惊讶，但是又觉得应该就是了。黄珊珊用趣味的方式形容郭文德是十命怪鸟，定去互隔离，煞拢无确诊。12是中央认定伫厝隔离、自主防疫甲伫厝防疫者快筛阳，看做确诊上路第一天，也毋过有缘需要是性诊疗由医师判定，也毋过即马轻症无症状者也拢透过是性诊疗看诊摕药啊，恐惊会出现是性门诊大塞车。有准备是要上线，没有准备也是要上线，所以我们就是说，怎么去把它事情既然发生了，怎么去把它做到最好？而且这个确诊的人数不断的上升哦，哇，这个实在速度太快了，这是大问题。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已经启动伫厝照护快速连接计划，已经有4间病院，包括阿东、朱济、新店、更新、新北联医、成市办，也呼吁中央伫确诊时性医疗评估，就摕药的部分简化流程，缩短营养时间。
中央应该面对快筛阳视同确诊这3类，应该用简化流程的方式，让这些快筛阳能够得到及时的协助。本土确诊增加，面对疫情高峰，有专家评估疫情高峰可能出现伫6月初。那医疗量能超载，建议紧速防疫措施，包括地处政策为3+10等到10+7。侯友宜对此表示，面对疫情一直变化，大家应该同齐来防疫。记者综合报道。初八开始，确诊者的隔离对10+7缩短做7+7咯。新北市有一个伫初八确诊的老师，将隔离期满，也毋过快筛却阁是阳性。学校讲，伊是会当转去上班咯，无要紧。也毋过老师嘛是继续决定讲，要阁穿防疫假哦。教育部长潘文忠早起表示讲，老师甲学生家己做快筛，若属是阳性，就莫阁去学校，会当穿防疫假。这拄啊下课，国中生虽离开座位，有个人去便所，有个人找老师问问题，也阁有人和毋是坐伫边仔好朋友咧开讲。初八开始，国中、高中的确诊个案4可能等的同学会当穿3天的防疫假。毋过有立委质疑，疫情已经遮尔严假，敢若可能4可能等的学生，敢真正有防疫的效果？一个班上1位同学确诊，9位同学快筛阳性，9宫格剩4个学生来上课，你认为这意义是什么？学生互动学校的状况确实有各种不同的，是的，所以本来就赋予有这样的一个弹性调整。教育部长潘文忠说明，当初是考虑到国中、高中做疫苗的比例有到80%以上，以确诊者为中心去考虑较接咧接触的对象，本来就有互地方甲学校处理的春秋空间。教育部只是提供基础的原则。立委万美玲表示，师生毋是一般的民众，教育部咧考虑应该如就治。另外，新北有一位老师初八进前确诊，11完成10天拒绝居家照护，转去学校进前为着安心，家己验快筛有关是阳性，煞互人要求转去学校上课。跟校长做一些权益，让他去做请假。请问一下，现在我们任何的事情都是要学校、要家长、要老师自己去做权益吗？如果老师自主发现也确定有阳性这样的一个状况，这当然以我们的通则里面就希望他继续在家里。潘文忠表示，若是师生家己快筛阳性，唔免着急去学校，会当穿防疫假。在野党的立委表示，10个老师内底有8、9个会谨慎来家己验快筛，要求教育部直接发文，予地方甲学校提供明确的指引。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长王国材因为有带做伙亲人确诊，所以爱居家隔离。本地这礼拜5要甲代替工会会议就先取消了。交通部是表示，王国材昨有甲代替的主管是先开会，要求因的内部先沟通哦。内政部的处长华敬群早起本地要去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也毋过今仔早起做快筛是阳性，所以先请假。立法院艺术人员提酒精向座位喷消毒。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早起审查私人主体市场发展甲管理条例修正草案，主席业务的内政部处长华敬群早起8点外临时向立法院请假，由商务处长胡琼国出席。我突然是夜管的是我们花次，那今天来跑初次，我们秋次。我们次长都有分工了。今天这个场子的确是花市本来他规划要出席，所以真的就是刚刚委员所讲的事情。对，什么事情你该讲什么我讲。他都快筛确诊，好像对阳性确诊，他只有快筛的结果而已啦。快筛的结果是什么？是2条线的。内政部证实，华敬群因为快筛呈现阳性，所以取消公开行程，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前一天，华敬群也到立法院备询。外界关注，因为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这个月底退场，也不过全台有我7成两奖诉讼无处理，将转由内政部来主席。内政部讲，确实是真困难。当然会有压力啊，因为这个涉及到意识形态的问题，跟价值判断啊，所以说理解上，我们觉得，我们还要多一些社会沟通啦。因为现在台湾的民意就是天平的两端，极端主张者跟认为说这方面的意见应该还是要取得一些相关的协调。内政部表示，将会继续甲各界沟通，听无同的声音，希望对所谓的维权代表为止，会到讨论出和解处理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
物件一直起价，真侪人关心讲，敢可能因为通货膨胀造成经济行动倒退愈恶 ，CPI 年增率增加。中国银行总裁杨金龙伫立法院表示讲，若是全球的经济嘛无好，今年咱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可能就无法度超过4%咯。面粉运一个才落鼎落钱，增加所有的鸡排是真受到民众的欢迎。不过最近各种的原物料价小大起，有连锁卖鸡排的业者价小是起5块至10块，鸡排上贵一袋就要80块。几啊间卫生纸的业者嘛表示，会观察原料价小的趋势来反映成本。国内物价是直起，另一日主计总处公布上新物价指数，4月份消费者物价总指数比3月份起0.76%，年增率是3.38%，创下116个月起上侪一届。虽然主计总处强调讲，目前国内无达到通货膨胀的现象，不过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早起伫立法院财政委员会表示，物价持续伫起是事实。今年下半年若是受到全球经济歹的影响，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可能无甲4%。有学者认为，台湾下半年出口及内需可能会双降，那停滞性通膨的可能性高。我们第一季的经济成长主计总数说3.06。比预期的它都还高，所以说你认为很乐观？应该是说下半年的经济成长会受到影响。那你认为国内的 GDP 保释有没有下修的余力啊？下半年？有可能哦。杨金龙表示，第二季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压力要是会压悬，第三季、第四季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压力会降低。按算今年物价起的幅度要是会伫2%以上。若美国联准会伫初时宣布起利息2码。按算6月份至少会阁起2码，中央银行敢会对联准会起利息嘛，引起大家关注。俄乌战争打不完，美国又升息，你报告写得很清楚。你说要采取紧缩嘛？是，我们会紧缩。外界的解读就是说会升息。紧缩的方式有很多种了哈。是。第一个升息也是紧缩了。对。我们的选择性信用管制也是紧缩了。是。对不对？那为市场的。把资金收回来，这个也是紧缩。针对国内厝价悬的问题，中央银行从2020年12月份以来，已经4届调整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杨金龙嘛讲，未来无排除会针对厝价起较凶的所在，实施地方性选择性的信用管制。记者综合报道。台中丰原顶个月有一个查甫囡仔互年母虐待，台中市社会局调查发现，讲这个年母无开业的证书，佮违法收15个囡仔，所以怀疑20万哦，嘛对这个年母提出告诉。顶个月台中丰原有一对父母召开记者会，指控家己一岁10个月大的囡仔疑似去予年母虐待，病院诊断出头骨骨折。规身躯几落位外伤，一度昏迷插管。台中市社会局调查发现，这名林母虽然有执照，但是无取得市府核发的居家式托育服务登记证书，违法收托15名囡仔，属于经济重大，以离校宽罚重罚20万块。衡量这个夏姓保姆，她收托人数已经超过保姆的规定4人。已经达到这个托婴中心的一个规模了，所以我们会依照未立案托婴中心的概念来裁罚他，并且加重裁罚，罚了他20万。囡仔的父亲最近伫咧面册讲，囡仔还阁再需要进行开刀手术，倒手无法度自力，小小的身躯还阁要承受抽痰的痛苦。文章内底是充满不甘。林本基金会是建议。市府应该广为宣传居家托育服务中心配合林母的系统，莫阁互家长为网络社群当中胡白乱吹。违法的林母也爱有稽查的制度，以防止事后同款来收托。必须要积极的去查访。如果说在过去已经有一些违法记录的人，有人力的话，他必须要回头过来再去查这些人是不是又重操旧业，又开始在做托育的工作。社会局表示，本案会以离校宽罚112条，对这名林母提出独立告诉，无受到男童父母后续是毋是贴告的影响。若是虐待的证词经过调查事实，相当会使閣再罚60万块。记者台中报道。家囡仔交予外人来照顾，真侪人拢袂放心哦。来看警管基金会统计，这几天甲托育相关的司法案件，有7成是甲居家托育有关系，超过3成是虐待囡仔。
也毋过现在的制度针对有执照的年保的管理，甲对无执照年保的处罚拢无够力咯。基金会是建议政府应该爱赶紧修法，来保障囡仔安全，嘛互家长放心。叫他的时候，就是整个全身瘫软无力，然后就是眼神一直不对劲，一直掉白眼。看到囡仔软哥哥精神无好，施小姐感觉有过样，赶紧送去。结果9个月大的囡仔检查了后，发现体内有安眠药的成分。这么小的小孩，就是吃到这样子安眠药，是不是对他的就是身体跟就是智力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我那时候有去报警，那警察有去了解，那了解完之后，那个保姆的情绪很不稳定，所以就是有去诊所开药。就是年母有丰富的托育经验，山小被告出现争议，今马专案进行调查，也毋过目前这名年母只有因为无照托育，罚款6000。尽管基金会统计，政府实施地处托育登记了后，领有登记证的托育人员大约2.6万多人，拢总收托约4.5万儿童。也毋过，最近几年有照无照年母技术激动的事件，却一直出现伫新闻上。统计最近几年的托育司法相关案件，地处托育是托婴中心的3.3倍，其中有超过3成涉及调故意不当对待。也毋过，为今卖制度来看，根本是管袂叮当，还唔惊。有招保姆，我们会认为你的管的那个力道要强一点哈，不能只有做行政裁处。无照的这部分呢，我们会认为裁罚重一点，让他们不能够再持续经营。如果我1个月收3个小孩子5万4，你裁处6000块的话，只有1/9。尽管基金会甲立委呼吁爱随修订离款法甲地处托育人员管理办法等相关规范，用公权力来排除无照年母收托，佮针对技术有不当对待幼儿的年母，订定明确的调查、搜证甲认定流程，也爱公开通报甲裁决记录，阻止类似事件一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未升起的犯厝争议是袂少哦，有民众因为伫咧交厝的时，认为讲厝阁有问题，要求建商爱处理，也毋过建商却佮厝卖互别人，因为常常有建商哦谈着讲厝起价，所以宁愿赔钱甲厝卖互别人。有立委就建议讲，国内应该爱推动犯厝移告的登记制度。最近这几年厝价一直起，建商推出预售厝的建案，用较低价销来向消费者，毋过却引起真侪争议。有民众投诉讲，伫台北买台北经贸建设的预售厝建案，民众伫交厝的时阵认为讲厝的状态有问题，需要改善，所以无付10万交厝的保留款，建商转违约继续交厝。我们只好提起诉讼。调解庭时，我们只是要求建商履行原本的约定，也不要求期间的损失，只是拿回买方应有的权利。但是不良的建商依旧以众多理由不予理会。这个建案为买厝到交厝，厝价是起500-600万。现在地方法院1月份一审的判决，建商爱转移厝的所有权予民众，不过建商上诉2审，伫3月份甲共这间厝转卖予另外一个人，予民众无法度接受。根据内政部的统计，最近这2年逐个月，拢有160件买厝卖厝的纠纷，预售厝买卖乱象一直在出现。房产专家指出，真侪恶质的建商因清采用的手路，是透过替行预售厝价销加上1成的费用，继续交厝，转卖予其他的消费者来赚更较侪价销的差价。有建商就是有给消费者2个选择，一个是说，我总价多赔你1%。然后把房子退给，把那个钱退给你，看你要不要。第二个是呢，你就来跟我告，或者是说，我们就慢慢搞下去嘛。在预售屋的时候就能够有一个预告登记的制度，能够房子真正盖起来的时候，不会被建商然后用1屋2卖的方式再把它移转出去。针对民众控诉建商违约买交厝，台北经贸建设回应讲，这个案件还佫伫诉讼当中，无方便回应。也若立委是当地的建议，推动预售厝移购登记制度，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烦恼物件起价，影响到学校营养午餐哦。云林未了公所5月份开始，就加补助各中小学生1个月100块的午餐费用。公所表示讲，若是午餐的合约无法度改，学校会当买水果还是牛奶来帮囡仔补充营养。将办公室内水果、牛奶送到教室，未了方案国小的学生，拢会当领到1罐牛奶和1粒苹果。因为5月份开始，因为原物料起价影响，
未来乡公所针对乡内各中小学，每人每个月加补助100块营养午餐费用。那多出来的那100块，我们采用变弹性的做法，可以加菜或者加水果，或者一个乳品的次数，来供应学生目前这多出来的100块。未来乡公所表示，乡内因为热气市场，乡内前年前就杀出各中小营养午餐免费，但近期因为原物料起价，为了避免午餐减料，影响到囡仔营养吸收。每月学生每个月增加100块，收费的学生有2600外位。未了乡111年的时候，5月初2开始发放100块因为咱加100块就是讲咱未了国小700，这么增加加100就是800。咱若卖了高中、高中本来750变850，所以讲咱会增加互所有咱的囡仔营养午餐会更加更加好安尼。未来乡公所表示，乡内一年变的营养午餐的费用2100万，有的学校因为限厂商有签订学期的午餐契约，需要等到新的学期重新签订才会调整菜色。现在计算的补助费用，会当由学校自行运用，用来加菜还是买水果，帮囡仔多元补充营养。记者为你报道。国际新闻来看，香港争议违反国安法，甲香港歌手何韵诗，佢已经90岁退休主教陈日君等612领导支援基金的4个信托人，以涉嫌交给外国势力的理由抓起来。美国各咱国陆委会拢表达强烈的谴责，昨半暝这4人已经交保了，也毋过嘛要求讲因袂当离开香港。前一天，正拄庆祝45岁生日的香港歌手何韵诗，在伊传出轰烈的消息。同款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书记主教陈日君，前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柯宝强，前议员吴靄仪也拢轰烈。4个人拢是612领导支援基金的信托人。这也是何韵诗伫年初防疫串谋发布甲复制煽动刊物罪ful报了后，再度轰烈。香港媒体报道，4个人被控违反港版国安法第29条，串谋交给外国势力，也是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国安处认为，612基金伫反送中运动期间，资助海外游说制裁港府，甲资助逃走的香港人。这摆逮捕行动，美国国务院甲白宫拢强烈谴责。We do strongly condemn the arrests of Cardinal Joseph Zen, Margaret Ng, Kwai Po Kwong, and Denise Ho. We call for the immediate release of all of those who remain in custody. And of course, we continue to stand with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We call on PRC and Hong Kong authorities to cease targeting Hong Kong's advocates and to immediately release. 尤其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君已经90岁啊，轰烈的消息也引起梵蒂冈关注甲烦恼。李外超筹备高票当选香港特首，伊嘛捌讲过要全面贯彻国安法。无过几天，就展开逮捕反名牌行动，会当看到高压统治的作风。陆委会认为，对于一切假国安之名行迫害人权自由之实的恶行，我们予以强烈谴责。陆委会也谴责港府迫害人权。香港独立媒体报道，4个人伫11暗拢得到保释离开警署，无继续发言。何韵诗也伫面册打出天顶的相片保平安。4个人目前拢可要求禁止离开香港。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挑战，英国首相强森将去北欧国家芬兰、瑞典访问，嘛甲这2个国家签安全协议保证，未来若是芬兰佮瑞典受到攻击，英国会来提供协助。强森嘛表示讲，嘛支持因加入北约组织。英国首相强生访问北欧的国家芬兰，和芬兰总统签安全协议，保证深化两国的伙伴关系。强生伊嘛表示讲，会支持芬兰加入北约组织。NATO is a defensive alliance. NATO poses no threat to anyone. It is there for the purposes of mutual defence.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行為，讓芬蘭改變過去的中立立場，特別是芬蘭和俄羅斯有13公里的隔界，安尼讓全國的人民定心思考，講要安怎來維護國家的安全。For us, joining NATO would be not against anybody.
We would like to maximize our security in way or another while thinking membership in NATO. But it is not a zero-sum game. 伫这进前，强生者和瑞典政府有签双边政治团体声明。这份声明强调讲，其中若是有一国受到攻击，另外一国会提供协助，也若这个协助的方式是会照受攻击国的要求来做。In times of crisis, cooperation becomes even more important, and this applies not least for our international defense partnerships. 即马，瑞典有意思要向北约组织来挖靠，就算讲伫个过去，俄罗斯总统普丁伊捌放调讲，假使瑞典和芬兰若是加入北约组织，伊就会有后步来处理。Безусловно, все, что связано с действиями, которые способны так или иначе менять конфигурацию альянса. У наших границ мы наблюдаем самым внимательным образом. 虽然讲目前还阁无法度知影普丁伊会采取什么款的行为，不过芬兰、瑞典的国内对这边加入北约组织的话声愈来愈悬。美联社报道讲，种种的卡热有显示出两国会伫即礼拜同齐来申请加入北约。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罗西亚是外销天然气的大国，乌克兰最近甲一条运送天然气到欧洲的转运站关起来。罗西亚暂时表示讲，因无差哦，因为要向罗西亚买天然气的国家佫真济，嘛讲未来天然气的价格只会愈悬，这些国家家己着爱想办法。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洛夫11号问中东国家阿曼，对乌克兰暂停接受来自俄罗斯经过乌克兰送到欧洲的天然气运输态度正硬。Есть достаточно покупателей наших энергоресурсов, и мы будем с ними работать. А Запад пускай платит гораздо дороже, чем он плати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пускай объясняет своему населению, почему оно должно стать беднее. 乌克兰天然气营运商11早起7点开始，家伫咧卢甘斯克北边辛普斯科夫压缩站关起来。这个站接受来自俄罗斯苏赫拉诺夫卡的天然气运输，一天运输3260万立方公尺的天然气，占俄罗斯经过乌克兰送到欧洲天然气的1/3。欧洲可能会出现无天然气，乌克兰讲是因为无法度抵抗的原因，要怪一怪莫斯科。因为这个站伫咧俄战争开始无偌久，就互俄军加分离主义的武装分子占领。Unfortunately, recently we discovered that these occupation authorities they decided to steal gas from transit in order to send it to other places, and definitely we could not tolerate that. «Газпром» не получил каких-либо подтверждений форс-мажорных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 «Газпром» перед своими европейскими потребителями выполняет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 в полном объеме, поставляет газ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контрактом. 乌克兰讲，为着欧洲国家可能暂时加受影响的天然气，转移到伫咧乌克兰控制领土内面的苏加转运站转运。因过俄罗斯是认为，伫咧技术上无可能加所有天然气转移到苏加。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再来看南亚的斯里兰卡，因为经济问题，国内暴动是愈来愈严重哦。政府实施宵禁，下令对示威的民众开枪。虽然民众要求斯里兰卡总统爱落台，也毋过昨暗总统又搁指派新的总理。政府支持者甲反对派人士伫个街路发生冲突，警方有介入，不过4颗雷啊看起也有搁较侪冲突是已经压袂落来。百姓和平示威超过1个月，不过这礼拜火是规个压起来。反对派表示，因已经挡袂掉拉贾帕克萨兄弟的无能。斯里兰卡政府11伫首都科伦坡的街路部署战车甲军队，而且下令对参与暴力甲抢劫的嫌犯继续开枪。We don't fire at civilians. We start with warning shots. If the mob is more violent, police will try their level best to shoot couple of shots below the knee level. 前总理马辛达拉贾帕克萨，也就是总统因亲阿兄，已经伫咧找到时机。考虑安全的问题，伊互带去一个海军的基地咧闪风头。因因后生伫咧新哈拉雅有一间高级的酒店，车站互放火烧。总统戈塔巴亚拉贾帕克萨从顶个月抗议行动了后，11头一届发表全国性的演说，伊邓行坎讲会恢复秩序。අරාජිකත්වයට පත්වීම වළක්වා ගන්න දැනට ඇනහිට තිබෙන රජයේ කටයුතු පවත්වාගෙන යාමට නව ආණ්ඩුවක් පිහිටුවීමට මා
不过，戈塔巴亚拉贾帕克萨对任命新的总理，并无给大家一个具体的时间表，对百姓爱伊落台要求嘛拢无回应。斯里兰卡伫咧拉贾帕克萨因兄弟啊掌权的10多年来，因为错误的政策，致使经济崩盘，外汇储备嘛落破5000万的美金，大部分的进口拢冻点，致使能源甲药品是真欠缺。斯里兰卡中央银行总裁伫咧总统发声明进前就已经表示，除非政治局势稳定落来，若无伊会伫咧未来这几礼拜来时节，高中方志各10日嘛特别对斯里兰卡的局势表达关心，呼吁政府都爱听人民的心声。公司新闻吴良编译。体育新闻来看，今年的世界中学生运动会5月14日，法国的诺曼底举行。咱国的代表团今年有145个选手参加。今仔下晡伫体育署举行授旗典礼，现场上新的情况，咱请台语台记者为咱来报道。 2022年世界中学生运动会，咱台湾嘛要来参加哦。头拄仔伫咧体育署，嘛有因举办这个授旗典礼哦。也毋过国内疫情当咧行，国外疫情嘛犹未收煞，要安怎来保护选手的身体健康，佮有兼顾因训练的强度，咱来看因的讲法。市中运的所有的代表团，我们的选手跟教练呢，那么在出发前呢，都已经是打满2剂这个疫苗。 那同时呢，包含今天要搭飞机之前呢，也都进行这个快筛。那确定是阴性之后呢，那么才能够这个搭飞机，然后前往这个法国来参加今年的这个世中运哈。那同时呢，在这个出发之前我们针对每一位代表团的团员呢，都有充足的防疫的物资包含了口罩，包含了快筛，包含了这个。 酒精等等的这个部分，同时我们也特别提醒我们代表团的所有团员的部分的话，也要遵守相关防疫的规定包含了勤洗手、戴满这个口罩那同时呢，也能够维持社交的一个距离是体育署是表示讲这摆有2位选手有快筛阳性的状况不过还要等待 PCR 来进一步确认。另外，因表示除了基本款的喙暗，还有快筛种种的手段以外，还有医生对因到法国保护因的健康。2022年世界中学生运动会是5月14到5月22日要伫法国来举办。这届台湾有145位选手要来参加，计总是咧参加10个项目。 落尾的选手参加授旗典礼了后，暗时就前往机场咯，来前往法国来参赛。以上是来自现场的状况主播。西瓜当个大出路，也毋过花莲玉里有真侪西瓜拢闭起。农民是讲今年2月份开始气候反常，雨水真高定定连咪落雨，连咪出日头，所以有真侪西瓜拢烂去，损失大约是8成。这是花莲出产西瓜玉里镇的溪埔。 田林看到敢若真侪西瓜，不过袂少拢已经闭起啊。尤其是今年的西瓜，甲往年来比是加真细粒，有的就算无闭起，一个切开内底嘛已经烂去啊。你生瓜仔是伊歹天啦，伊瓜仔生袂调，生袂调，伊就拖到后壁才生，所以到即马来，伊这长草嘛熟啦，西瓜嘛大无。种西瓜的农民讲，从细汉种西瓜较大，也毋捌拄到过这款情形，伊怀疑可能是气候有各样造成的。 尤其是玉里镇，从2月份开始，便若雨落了就会随出日，而且还佫真美。甘水量8田的西瓜，袂及你一头安尼拍就会烂去。河东河西加起来的话，大概有300甲左右。因为这个天气的关系，所以它产量非常的不好。像我们这一组来看的它大概可以收的只有2成，而且那2成你看到那个瓜形板头都跟以前差很多，所以它真的可以说损失惨重啊。根据玉溪农会估计，目前西瓜的损失有达8成。经过县府农业处、农改场甲农粮署会勘了后，确定已经达到摘笋的条件。这几天也请我们的那个农民到我们义里镇公所来申报相关的一个摘笋的状况，我们也及时的复勘完毕。县府农业处表示，照天然灾害补助办法，目前1公顷会当补助6万块。不过今年的西瓜真明显比往年较细粒，甲旧年来比，一粒差不多减3斤至5斤。不过嘛，因为今年收成有较少，计数有起差不多2成。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5、6月份中科院甲军方伫东部、佮有东南部海域演习是4只飞弹，部分东部渔民就正怨叹讲，东北季风打离开，因准备要出海去掠鱼，也毋过煞去拄着演习管制半个月拢无法度去讨海，日子是要安怎过呢？虽然国军是有编敦亲睦邻的经费来补偿，也毋过这个钱是搬到地方的公所，是无法度直接帮助到渔民。
东部渔民接到渔会通知，7到23天，中科院甲海军伫东南沿海都有几项的武器试射演习。海洋管制的时间拄啊好，阁是渔民出海掠鱼的时间。为了配合国防，渔民拢无出海，也毋过看卖啊协助网站的射击通报。这2个月，国军伫东南部海域的演训真密集。渔民统计就半年，就防管制100多天，生活受到影响。对只船啊无贷款，大家拢有贷款啦。啊，大家拢爱搁请渔工，啊一个月拢爱搁10-20万的这个开销。可能这几年是不是共军扰台的频率增加的关系，所以这几年的那个在我们东部海域，军方在这边做操演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台东县府北向国防部反映，也无国防部回复。有受到影响的海域，由当地乡镇公所向国防部申请敦亲睦邻经费。也毋过东部渔民掠鱼会向东南部甲东北部渔场，若是屏东还是花莲县申请，台东的渔民根本就感受袂到互敦亲睦邻。就他们所受到的影响，那可以向他们申请所谓的补偿金、回馈金。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的渔民的部分的话，并没有感受到这一份美意。渔民讲，国军保卫国家安全，因愿意配合无出海，也毋过即马当时培养好甲昂船洄游的规则，敢是会当避开渔民出海掠鱼的时间，开放几工，互渔民会当掠鱼啊。记者综合报道。顶个月高雄的公山有一个警察咧开红单，说互一台轿车弄着，加载是无性命的危险哦。也毋过后来发现讲，弄警察的驾驶是即个开红单驾驶的后生。警方已经甲爸仔囝2个人以刑法的杀人未遂罪，佮有加重妨害公务罪嫌移送法办。轿车伫咧车路顶悬换车道，超车了后，直接对徛乌托邦警察弄落去。警察摔伫咧涂骹，骹手拢有大面积的刺伤，好佳在是无危害生命危险。这件代志发生伫咧顶个月27，警方发现讲，伫咧车祸进前30分钟，受伤的警察甲同事巡逻的时阵，砸一只超重17吨有载安文土条的大货车，依法开一张46000块的罚单。毋过大货车的司机要去过磅进前，已经先敲互34岁后生讲去互开罚单。后生怀疑是想要报复，伫咧过磅站等，看到警察离开就随队去哩，找到机会就甲对方弄落。回巡逻路上，然后就被撞飞了。家人当然会不舍，但是这是意外，而不是常态。研判是父亲呢遭警察开单，儿子缴验报复，开车来冲撞远警。这个死刑嫌犯早在这个地方站里面等候，跟监到冈山北路的时候就开车冲撞远警。受伤的警察目前请工伤假伫咧厝休困，亲人对伊做工课时阵受伤是真毋甘。迄个超载司机伫咧事发进前就已经违规2届，即便是超载罚款46000块，即便是无遵守标志标线赛车，去罚款900。警方落尾甲即对爸仔囝以杀人未遂、加重妨害公务罪，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公山分局强调讲，警察执法安全上界重要，任何起诉想要挑战公权力的行为，拢会全力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华八卦山的139县道，对2020年的10月份开始，本地限速是50公里，降做40公里哦。第3月份的时，有人伫附近一间农场来结婚办桌，结果有50个人客拢收到超速的罚单哦。因讲政府根本就是在抢钱，也毋过警方是强调讲执法绝对无问题。白色的休旅车，互人翕到时速是53公里，这只黑色的车是56公里，然后另外一只轿车嘛是54公里。这寡拢是中华警方3月12伫咧中华139县道翕到的超速车，因拢是要去当地一个农场食喜酒的人客，煞伫咧路面互人翕到超速，嘛互办桌的主人是真不满。然后你开的路那么大，然后而且它的外环道是路进去是70公里进去的，你突然降到40，太多的树，然后你有竖一个标志在那边，我们车速这样过去，瞬间有时候是不容易去注意到的。来自台南的吴先生表示，东港有300个人客为各地来食喜酒，其中有50个人收到罚单。吴先生真不满当地路况真好，速度限制煞干那40公里，沿路的树仔嘛甲速度限制警告查掉咧。因啊，警方表示，东港抓到429件超速，其中有358件是机动处地来的。竖线的警告标志，
那地上在转弯处，我们地上也有喷这个速限40公里，应该不至于民众没有看到。警方表示，速度限制警告拢有依照规定来标示，执法无问题。而且当地敢若这个月就已经发生3件事故。彰化县府为2020年的10月，将大众路的5.8公里到10.2公里的路段，速度限制降到40公里。当地民众拢感觉会当减少事故来发生。骑慢啊，佫无路伤细条，骑到伤紧，这个风险应该啦。也是较袂好啦，不过应该啦。警方表示，除了降低速度的限制，这个路段嘛有设置2个固定式测速的翕相机，也佫有警员机动性来遮翕相。目前逐个月减少要3成的事故，嘛提醒民众一定要遵照速度的限制。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政府规划要伫芝山国小设立间照顾中心，迄嘛正做台北市头一个设立国小校园的长照机构。也毋过有家长是真烦恼，讲学生囡仔会撞来撞去，若是无细力去弄着老大人，会有纠纷哦。嘛认为讲学校拢毋捌甲家长来沟通，即马特别签约，所以今仔是去市政府头前抗议。社福要做好，学童安全更重要。社福要做好。大声发口号，芝山国小的家长到市府外口抗议，反对市府要伫小学内底设立日照中心。面对高龄化社会来临，北市府推动一学区一日照的政策，希望善用芝山国小无利用的空间，设立日照中心，照顾长者。若讲顺利设立，将加做北市第一个日照中心进入国小校园的案例。不过家长烦恼，学童较活泼，可能会去冲动着长者发生纠纷。我们希望市府可以先行规划明确的专法，邀请儿童福利联盟及长照福利机构相关专业人士，针对此案进行专法明定后再行决议。我们绝对不是恐龙家长，我们都是以关心小孩、关心长者为出发点。面对家长的反对声音，北市府也派出社会局副局长接陈情书，强调一定会尊重家长的声音，也强调日照中心甲教学区是分属无同的大楼，错置动线拢分开，佮设有门禁，避免学童冲动着长者。在沟通的过程，家长会有一些疑虑哈。不过我们就是就这个独立的这个空间的出入口，以及人员的加强配置。还有就是感控的部分我们都会做很多的努力，在教学区会另外帮他们设置一个独立的电梯避免有一些疑虑不过家长也是真肥，市府到学校无甲家长好好沟通，市府13就甲学校签署行政契约，是无重视学童的权益。希望市府三思，唔通贸然签约，再次激发紧张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寄出的是新娘的头顶会插红花，这叫做春仔花。咱来看婚礼，有一个艺术家为了要传承这项文化，嘛发挥创意，让春仔花唔那只有花蕊尔尔哦，佮加上动物佮其他的设计，望讲春仔花会当有如何侪应用。有2只蝙蝠，然后有一个兽，就是福寿双全的意思。艺术家林培莹当咧甲学生小解伊的作品。一寡色水水，看起来敢若亲像真的花甲动物，拢是用釉线一輪一輪填出来的。我觉得老师非常厉害，我也很想学。他用的东西非常简单，但是他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不是看出来会觉得很厉害、很敬佩。其实这款工艺就是人咧讲的春仔花。伫咧现代印象当中，春仔花敢若伫嫁娶的时阵用会到，会插伫咧新娘的头壳顶。婚礼北港镇的艺术家林培莹，甲春仔花工艺加添变化，伫梅花桩顶面做一只青梯啊，互菊花有芳做伴。毋但互春仔花工艺更较活泼，佫会当互艺术挖进大家的生活。常常看得到梅花上面有绿袖眼在玩，所以我们就做了一只绿袖眼。那我们这一次的展览呢，就把它变成生活化。让它变成很生活的工艺。要甲幼的线填出一个形体，爱真有耐心，而且佫袂当伤动手。若无做出来作品，看起来都袂活灵灵。林培莹认为春仔花无应该只是用伫咧特殊的场合，伊毋望遮尔水的工艺，嘛会当用伫咧生活当中的状态。它就是一直在缠绕，然后你在缠绕当中呢，你必须放松。
然后把自己放得最轻松，你的作品就会漂亮。我常常都说，不管多远我都会去教，然后不管多累我都会做，就最主要就是希望这个工艺它不要被忘记。林培英知影制作的过程需要真侪耐心甲时间，所以真侪学生坚持袂落去。不过伊嘛讲，只要有人愿意学，不管偌远偌忝，伊拢会去教。毋望春仔花这种传统工艺会当继续传承落去。记者总报道。来看位伫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区的穆斯堂地区，才有真侪真珍贵的文化，其中罗马丹古城已经封列做世界文化遗产咯。也毋过生活伫遮的人日子真歹过，真艰苦。伊希望讲政府会当加减开放观光，可以有法度趁食过日子。伫尼泊尔境内喜马拉雅山区海拔3800公尺高的古城罗马丹，是西藏人伫咧14世纪建立的穆斯堂王国的首府，也是青藏高原甲印度中亚贸易往来正重要的点。四周边河城成为围列，也阁正完整。You see this wall that surrounds the village? It's a fortress. We also have guards towers over there. There are 14 of them in all. This defense system was developed to protect us from enemies who came from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已经获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罗马丹，唔但保护中世纪古城的风貌，也保留真侪古西藏的文化。互人讲是西藏以外的西藏，也毋过这甲外界距离电力无够，佫无茶汤烧，拢是用牛屎做燃料。 The hardest thing is when snow covers the whole house. We struggle to get rid of it so we can take our cattle to the river to drink. 罗马丹一年会当种植的时间只干那1个月，所以的生活主要拢是靠饲这种犁牛。 I'm leaving them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mountain. I'll come and get them tonight. 国家在这座古城有正丰富的观光资源，不正兴旺的穆斯堂王国，有留下真侪藏传佛教的石洞，有的年代当追溯到12世纪，内面有正珍贵的壁画，真侪修道人拢会定期来遮。 This is Buddha and his disciples. These are young monks. 当地居民希望政府放零管制，降低每一位游客400欧元的出口费，吸引更加侪国外观光客，带动当地经济。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下半部的天气，咱就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0度。 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29度；外岛地区上低19度，上悬28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